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叶牧师。5月15号在家会主，这是上帝的作为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38章1到22节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的心难过，不能沉眠。在15节这样说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而心里难过，不能睡觉？那么肯定是要人命的事，没有错。今天的经文一开始，第1节到第8节，西西家病得要死了，就哭着祷告耶和华说：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，求你来帮助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听到了吗？这个祷告词感觉就是我是义人主耶稣啊，你也耶和华，你也行行好，我是义人，我是正义，我是完全的人，我何以会生病啊？这个西西家王面对生死的难头时，就拿完全的心向神来祷告，因为他敬畏神。面对国家拜偶像的时候，就遵守神的命令，除掉偶像。但他所看重的是我们是否有认罪的心。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事，更看重的是我们有没有认罪的心态。我们是可能错了，但神若是听我们认罪，那么他要回应。就像耶和华他透过以赛亚告诉西西家说：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亲爱弟兄姐妹，神看重的是我们，只要我们愿意调整我们的生命。因为我们人往往是在痛苦中才会去祈求神，而在那个高峰的时候，在那个顺境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得了了，我们就以为自己多厉害。不是赞美神，乃是要人来赞美我，赞美我所做的事。幸好西西家病得要死了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呢？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绝路？我们真的要死了呢？我们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。而西西家祷告耶和华，来到了今日，而今日神真的应许西西家的病要得医治。而西西家呢，在第9章到第9节到22节记载着西西家的病完全得医治，他就起来用诗歌来赞美神。他这样说道：耶和华肯救我，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诗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。哇，这边更多的来记载着这些感恩的词，感恩的词。以赛亚对西西家，当他说你必死不能活时，西西家就完全来投靠神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完全来投靠神了吗？或是我们今日得到神的拯救，我们今日有来感恩、来赞美、称谢神吗？我们看见在审判中，神还是有恩典，神是听祷告的。所以好不好？我们要懂得祷告，抓住神的应许，他的话语里，今天上帝透过西西家所经历的，也要给我们应许，我们就来求告他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赏赐生命听我们祷告的主，谢谢你帮助我们，谢谢你已经预备够用的恩典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境遇下，主啊，我们要看重你的作为，胜过我们自己的期待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都可能够活出这一位神愿意赐福于我们的神的荣耀，因为要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及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